大家好，今日我哋一齊嚟認識秋季最後一個節氣霜降。喺呢個時候，北方地區可能會出現地面露水凝結成霜嘅景象，而南方則係氣溫轉涼。呢個節氣提醒我哋注意身體嘅變化，特別係呼吸道嘅健康。隨住秋季嘅轉冷，呼吸道疾病容易發作。秋風嘅乾燥會損傷肺臟，導致咳嗽、氣促等不適。因此喺飲食上，我哋需要補充津液，以抵抗乾燥症狀。可選用甘涼滋潤嘅食材，如百合、銀耳、淮山、蓮藕同埋芝麻，以潤肺生津、養陰清燥。同時應注意飲食。辛辣食品如薑、蔥應食適量，因為佢哋可能會刺激肺部；而微酸甘潤嘅水果同蔬菜，如雪梨、葡萄，則有助於補肺。此外，保持良好嘅作息，多做運動，緩解肺部不適。希望大家能夠喺呢個霜降節氣保持健康，度過一個舒適嘅秋季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